今仔日台票又搁起价，有起到29块8台票换1块美金的计数。台经专家就认为讲，未来这美金有可能会伫咧95块至100块之间起落。央行应该互汇率该起就起，但是爱互速度放慢。另外，经济部长郭天辉就表示讲，有把握会当甲美国敲到较好的关税条件。专家嘛认为，美国对台湾的关税有可能是扣15%。美金指数起甲超过99块，8亿新台票搁一届有起，以30块开出，包中捌超过30块，有甲29.858块，起超过1.6角。针对最近美金的走势，台经院的专家认为讲，美国会起回保值，按算未来美金可能会伫95块至100块的起落。就央行的态度来看，该升我们会让它升，但是其实就是要缓步。那2天是例外，因为厂商疯狂性卖出美元嘛。8亿的金融市场，毋但汇率无稳定，台股嘛呈现差不多平盘，伫21600点的起落。因为各产业拢真关注美国关税问题。经济部长郭天辉顶一日上节目的专访讲，有把握摕到较好关税条件。科是一定要科啦，但是不会像32，如果像32，那还谈判什么？大概会比10高啦。我个人看法是大概在15上下。关税到达也是有真大的无确定性。专家指出，美国联准会对通货膨胀可能也是会烦恼，降息的空间可能无大，降息的时间可能为原底5、6月，延到下半年的9月份。按算降息的幅度上济就伫咧2码。有专家认为讲，台湾顶半年出口的表现好，下半年的表现若是无好，经济成长率也是会当保三。因为立法院现在很多部预算慢慢解冻，那确实对经济成长有一些正面的因素，所以今年应该经济成长率3%应该是可以达到。现在顶一日总统赖清德伫咧就职满周年的时阵，讲到未来要创立国家主权基金。台经院专家认为讲，中央银行反对无条件使用外汇存底，建议其他亲像国发基金或者是4大基金，拢会当成做主权基金资金的来源。公司新闻台北报道。